知道在哪里买耶。你觉得嘞？呀嘿，码头。我觉得 Wolf 不错，对不对？码头人気多啦，你也买咩做的？对啊，你看那么多人搭 ferry， 对不对？是人来人往的，是不错的选择哦。因為我攞去條嗰度碼頭嘅康康啊樓樓啊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就去買票看看咯。攞去嘅碼頭康康啊。來去 Wolf 看看。回去 Wolf 看一下我们要坐大概几点？千島交。对啊，我们要去打理。對對對，Darling Point 重要對。嘅。有，我看到了。切掉Darling Point。OK， 4號 Wolf， 對不對？而家可以先落去大膽哦。對，要先買票一下。走。做得草順呢，去國站碼頭。等下進去看看，應該是這個 Wolf 沒錯。B， 要過嗎？有，可以。4號碼頭啊，這邊它有寫 Darling Point 送3。它有外面的位置哦，好啊。哇，快點！哇，這也太美了吧！你紙條我沒看到暗部紙條沒看到而且這更近距離，對不對？超近，坐上嚟啊，去國站碼頭，行到就看到青島嘅風景。對啊，沒錯我覺得好特別哦。You can take a ferry to different wharf， 真的很棒different wharf 有不同的美，而且你看我们刚刚沿途經過了水利大橋，而且遊樂園超可愛的。他們就真棒。不過我還沒搞清楚我們到底去哪裡啊？我依家呀 ，Darling Harbour， 我哋坐船呢去國站碼頭。故說啊 ，Darling Harbour 地區到馬蹄城有嘛？錯，你就坐在線，你要啲腳喺邊個路下，也要啲後背嘅 Premium Bay 下，坐在線站，坐在坐船呢去國站碼頭。對呀，我們可以去逛逛。嘿，姐姐。國站碼頭啊，一點點沿船巷都有無窮用嘅貼線嘅嗬。對啊 ，You can take a ferry to different wharf， 真的很不錯，對不對？係啊，但是你會覺得這個點適合賣餐車嗎？出入他根本冇時間差別。不過，現在先啲附近呢，一站碼頭先留啊，做唔得，就去下一站。好啊，先去逛逛。做得坐船呢，去國站碼頭。You can take a ferry to different wharf.